来这件是这检警继续来侦办着创意书房的偷袭案。这个案件因为艺人黄子佼来涉案，引发着社会关切。检警最近佫抓到伫台湾洗钱佫制造影片的主嫌，以及买家总共116个人。买家就是买看影片的人。讲这个当中有警察、有老师、有工程师、有公务人员。另外，检警佫查到创意书房的干部，另外佫去成立着群组，传播未成年少女私密的影片。有关这个案件，刑事局伫全台湾总共逮捕447个人，甲相关的证据交地检署由检察官提起公诉。真侪警察直接入门去主嫌引导。偷袭的笔录器含手机啊，全部拢放查扣。警察追查创意书房案，进前伫咧新北市邦桥大厝梯，对楼24岁姓林的工程师涉嫌伫咧 Telegram 被未成年偷袭的影片。原来是创意书房涉案的干部，即刻保疑就绑起着少年所创立动群组。对楼的工程师负责采管理网站，别人是偷袭未调含处理金钱。警察抓到买人超320个人，网站利用虚拟货币洗钱。非法赚100万，国物件两支手红扣起来，现场的主嫌伫咧创意书房担任重要角色。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该影片打破水印，现场的主嫌是伫咧台湾华校，过手的金额1亿2000万，透过地下汇钱分赃，互压起来。这个月新北市中和对楼线所的补习班负责人，若是付钱回还，搁装监控偷袭，150岁买民众马上抓出来，包括3警察、老师、公务人员和科技业工程师。专案小组在6月及7月期间，在全国展开4波的行动。警方这一次一举将上中下游的犯罪集团通通查获到案。那外号叫老爸创意书房站长，敢若是香港或者是中国人，各单也被封抓起来。刑事局上尾一摆搜索行动已经结束，接落来会将相关事情交予台中地检署，由检察官提起公诉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